听着，哎呀，真不爱歌诶，啦冇咩教，等陣我開較濟冇。Hello，被使睇穿你咯。安怎啊？你都冇教有濟，啊，聽到啊有啊。特別冇咩教濟，你冇咩聲暗坑嘅聲。Hello，你聽就唔聽啊？來啊！各位聽眾，歡迎。哎呀，對啦，歡迎學見嘅節目，這裡。這禮拜，我人都對來，甲人講幾個數，我人真正久無講幾個數了，幾隻笑臉亂了。這禮拜我特別嘉賓都是老鳥，真久無對來超到，歡迎超到。了個有老鳥摸摸菇。個老鳥英國中，頂到英國中幾個數字無差唔多咁慘啊！了個有老鳥阿舅歡迎。Hello，我困咧。免困。了個有老鳥奧地都歡迎。Hello。了個有新椒我都來無老哥呢，等我想話老萬講。抓白無，哎呀，怎麼未記你名誒？抓淡薄，唔是，唔是做淡薄啦，無好事，唔是。我自己介紹啊。啊，你家己介紹。我是無味調。無味調，啊，怎麼想袂直直袂記誒？無味調，我會去 try 嚟。無味調。我愛聽名，了要入去轉淡薄就是啊。無味調。OK，然後這禮拜咧，我到時咪講幾個數，就這禮拜無講幾個數啊嘛。所以當叫亂講幾數我食，不對呀。哎呦，該要呢咯，幾點鐘啊嘛？當佢2點9個字啊啦，我個未知啊個。啊，半暝啊！就去 Apple。我冇請佢啦，當然我冇食到 breakfast，冇食到飯個。你半暝咯，還是點咯？就去咯。啊，嚟我俾妹，我學你成交講，成交，你話看佢幾啊？我是唔捌看到，你按照經驗，你上線幾啊？我是上線啦。上線啊！你講下，定當你講，定當你講，係咪是經驗？係咪經驗？唔知是唔是幾嘅？你經驗講下。哈，我呢就換車咯，尋我 friends 啦。就北京啲有一間厝啲，就好我北京啲邊有一間厝是啲我頭前嘅。你迄個厝呢是搬阿毛灰搬菜，啊，我搬厝，類似啊咁啦。然後我啲車位講話吼，你伊個厝吼已經冚甲阿毛無灰咯。啊，你伊方向吼，伊唔會開吼，人開門咪是愛開來看嘛，靠有人無人，就是開咩咩喺看。啊，你是開慢慢轉咯，門慢慢喺開到一半，伊每開一半咧啦。啊，然後內邊黑暗看無半行嘅。然後佢後時我佢講，然後佢後時佢嚟冚到伊慢慢。伊就呢開一下去。喺慢慢嘅，伊無成個人開門，咱是慢慢喺開來看嘛。你佢後時佢冚到伊慢慢，喺冚到對喎。然後特別我唔知講伊是唔是鬼啦。特別風吹我袂知啊。無風。你話無風啦，後邊嘅位嘛有風，你嘛會知。就是講風大吹嚟講啊，是唔是真大啦？伊是慢慢嘅，慢慢。你內邊厝有伊個家己嘅風咧，厝嘅島有伊家己嘅風咧，內邊厝嘛。伊個厝嘅風就是鬼嚟咯。冇啦，因為厝有伊家己嘅 air pressure 嘛。
这我都唔哎呀，是把你位啲，把你位厝有人開看咩妹，嘛是會做伊個妹就去開咯，入邊正妹。嗰啲就我喎，哦，我妹咧很點樣啊？你捌聽到北海嘛？你捌聽過他們幾個說是我人北海朋友。北海邊嘅，冇攞暫時先冇咧。你捌問笑？無秘書。哦，我咪是，是唔是無秘書啊？呢名？冇必要。講冇做到啲。我是唔是老啊？我地曉啊？無必要。冇啦，你是不得有，我可能我不多有啊腦啊。我哋人講。冇啊，冇接啊，我腦冇接啊。誒，你話梅炒豆仔招起嚟講幾個數，同乜梅你講幾個數咯？你到底你到底？我幾個數上個是唔是我嘅咯？特別我上線咯。啊哈，你講。我上線，我乜都佢一刀是食菇啊！我做緊香港隊。在 UK 在英國啊？我英國咯。我都對時我香港隊對我處在1.2年份咯。I think 你時上個是4個月啊，人等人4個月。แล้วว่าคุยมวยไปจิตช่วยแล้วว่าเที่ยวเดือนหลังปีอ่ะเขาว่า say hello เยอะอ่ะหมอฮะอ่ะหมออ่ะว่ามันจะ是อ่ะหมอ是等人 say hello จะ等人อ่ะหมอไปใส่ say hello 特別是 hello 啦有時講用 hello 講啊上 hello เขา講แล้วไอ้สิเอาไว้สิอ่ะ你覺得意思係會意思係講會還是จะกิน到ที่ว่าเฮียปี哦เยอะแล้ว冇邊個話我唔加咯，我就佢佢咩叫橋樓頂就叫個轉了就要，แล้ว你時候我感覺就是貴啊！我就係講有，我因為我是睡房間到樓頂落嚟房間嘅嘛，แล้ว我喺樓下咧有一個大波睡房間嘅，แล้ว我係隔壁，即係大波係隔壁，呢是隻按摩睡房間嘅，แล้ว喺你按摩嘅你房間，你唔知即個阿伯是。等人嚟，伊是一個香港嘅人嚟。你一過先到邊位，你過啊，แล้ว只叫出租啲水喺房間，或者叫按摩。我諗規間厝內邊響是有4個房間嘅，我哋房間是我樓頂我教我囝，就是講我教我一個，我囝攞嚟一個嘛。แล้ว樓下呢是一個香港嘅少年家大，แล้ว有一個按摩大邊位嘅。แล้ว佢哋按摩嘅。房間呢是隻老伯貴先了嘅。你聽到大時，你捌拄過係你老伯過哦？唔捌。哦，所以是就是依家冇人同我講嘛。我唔知講。有人將佢夾制掉咧？到尾時我到一邊估咧，人家同我講嘅。我到一邊差不多10年啊8年10年，可能咧貴一個同我講嘛。แล้วอี樣是講是唔知是唔是人會甲你討價？啊！你 say hello 你可能，我唔知啦，我都就知道你可能咯。特別，你聽的聲是你就是刺激，你到一頭麥去插講是唔是？我冇去插伊，我冇去印啊，冇去下面本好成日嘅聽無你可能，因為佢驚了嘛，你到底住喺外口啦？住喺外口啊？到底因為我係把隻舊咧我驚啊，把3間厝就是舊我係厝咧嘛。แล้วว่ามาคุยมือแล้วคุยมือไปขี่เหล่าเต็งมาแล้วว่าที่คุยมือเดี๋ยวมันจะสีแต่จะช่วยเจโซสีเย่มาแล้วก็เลยคุยมือมาแล้วช่วยโซสี就聽到啦แล้วว่าก็จะเลยไปกับลูกก้องอันนี้สิให้เราว่าลุ้นจากกูแล้วว่าก็บอกกับลูกก้องจากกูแล้วบอกกับลูกก้อง喲來ให้เราสิว่าจะ平以為不是就係英國嘅伊迄間嘅 restaurant 啊或者韓德嘅攞กับลูกก้อง或者我其實你坐一去你係是來是我坐落去呢啲嘅餐館啦是伊出租嚟即係阿伯嚟按摩嘅阿伯嚟แล้ว伊是阿伊備即個餐館去學我即個我朋友嘅頭家是人馬來亞人嚟แล้ว伊備起來แล้ว即個阿伯係伊是出租伊是無走嘅啫แล้ว我係一個朋友呢伊本是點厝來啦定到較便位當今是只達位點厝啊，甲你講。真正達位就啲 Green Park 嘅位啊。
只白里遐边位厝是店厝啊好，下面迄本真正贵啲店厝水分贵啊，边冇英國啲應該是會賺嗰啲，所以啊咪賺喺邊 area 啦，所以有朋友呢是到喺邊位。到邊位做 manager， 我嘅朋友就是介紹我聽邊咧福建嘅咯。哦呀，伊是聽咧，伊是無講啦。哈，特別依介紹你介紹我啊，伊介紹我聽邊咧福建。你是介紹你個建築，你嘅嘢是你聽了樣個聽下。我朋友介紹我聽，我聽咧我就介紹我嘅囝聽咯。哦，我介紹，係時我驚只細漢啊，你記啊？我記。我講臭話唔可以聽啦，咪你記。所以我介紹我嘅囝人聽。然後我係你朋友呀，我係你朋友伊隻大大嘅，伊淡薄目睭有可能看到這邊嘅咋。冧曬嘅。แล้ว我朋友就係做 manager 嘛，佢哋是當然冇做啦，你估啦。伊做 manager 就係邊個意思啊？แล้ว每一年啊 ，Christmas 啊 ，Christmas Eve 啊，有拜嘢都就有。哦。一隻響咁啊，一隻響嘅啊，佢哋阿伯隻響嘅啊，佢哋講，伊啊把佢喺邊度出食飯波，佢哋講。我冇幾慘。佢就幫人哋講你滴住要把佢去個，就啲人掉呢邊。แล้ว我朋友佢講嘛，รู้น่ะสิไอ้กาเจ้าไว้ waitress อ่ะว่าแม่นี่คิดว่าไม่ไปอยู่เลยก็อีกรู้น่ะสิไอ้กาเจ้าไว้ waitress อ่ะว่าอีกรู้น่ะสิไอ้ว่าไปรู้น่ะสิไอ้เจ้านี่รู้ตัวมันกาเจ้าไว้กันแล้วอีเหรออีวีรู้จักแล้วเองก็จะเป็นวีอ่ะอี basement เลยมั้ยแล้วก็เหล่าเต็งม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ขาเป็นวีให้ฉันว่าจะเจ้าขอกินน้าขี้จ้ะแล้วจะใครปลาสีสอใจอ่ะแล้วจะเจ้าขอกินน้าขี้อ่ะแล้วจะต้าเดิมซาซีนี่อีหลังตัวไป講ว่าอุ่นน้อยกินน้าอะไรแต่คือว่าน้อยเป็นว่าสิจะกวายบ่講รอนนั้นเจ้าอ่ะก็จะหลังกันว่าน่ะอุ่นกินน้าขี้ฉันเป็นจะมีการจะหลวนเลยมาดูแล้วหลังตัวสุดกันไอ้ตึงหลัง你講我只嗱見到是真怪嘅，冇講氣講運係咪咧？樣就 OK 咯，咪可以企咯，可以企啊！即係嗱見到看到只阿伯咯咋？喲係嗱見到坐啲樓梯卡而嘛，而家是 basement 嘛，樣就坐啲樓梯卡而家看到呢度門嘅朋友啊，呢好似你安哥是住嚟嘅，講到啲樓卡行起來嘅，因為朋友債嘛，我同你講咯，講得冇幾長嘅，你講啊，因為朋友債就要，我朋友債咋。แล้วจะตั้งสีก็เพลงก็สันตาก็ตาตัวทำไม่ยังจะอยู่แล้วเพลงก็ไปสวีเซีย你เพลงก็是雜波เพลงก็是雜波嚟我講你聽一看到這個啊一到啲 CCTV 位嗬我講你聽啦要 feel 到有人喺邊上伊阿妹是人一看店伊被สวีเซีย被 catching up 被佢了被下嚟到啲 save 被佢了伊開始動嘢嘛แล้วมาโบราณกันแล้วเลยชีวิตหลังเนี่ย所以我朋友就聽到聲啊，你知唔？一聽到聲，我朋友對住佢俾看是唔是阿你阿伯，你知唔？喲，病！依隻好了，แล้ว一看無就馬仔去早一去店一去開 CCTV 看有阿伯哦，แล้ว本看無阿你阿伯。一病啊，一無驚。因為伊甲阿你阿伯講嘛，你若是歹死啦，你明年就無得食錢了，無拜路樣。如果你話是個照這邊嘅餐館嘅人啦，我冇拜路嚟講，我冇Christmas Eve我冇，因為Christmas有當人有食啦，แล้ว不如係就咪可以食嘅款啦，you know celebrate 嘛，所以伊冇咪講找我嘅朋友嘅咯。แล้ว有一當是伊當人唔知講係咩物件啦，唔知思想講話成面唔知咯，哇！一把佢把佢打佢啊！แล้ว伊當人又咪又冚掉嚟困咧，伊樣成個係死人啫。伊是半暝啊！伊是半暝就把什麼？伊是暗暝係小工啦嘛。所以個咱人個地個啦，咱做工條。嚇，人講話是唔知講係乜嘢？你現在你夾到那做點物件是劈安尼擺呀？劈一擺落去啊！伊困落去咧，困落去啊！後，咧伊就家己都冚家己嗰時。咧樣就成個伊困嗰陣要。伊家己條把是有人看到，還是個人吹到伊度啲頭殼？咁咧人吹無伊個咧，伊困入邊。所以唔知條把個啦，還是？แล้ว你知唔知我同你講，我朋友我哋講咧，我朋友看到我把，
你朋友都看，你朋友看過你拜，所以你再講伊看到啦。啊，伊會看到的。你知我朋友是捌看過我拜，伊到底看到？我點知是我厝你朋友到底馬來西亞捌了？冇朋友到美國英哦，所以你到你冰島就捌了啦，唔是到英國。啊，到邊咧捌了嘅，了我人嘅厝，拄好我厝紅光山，你就要，開始我捌過新了嘅。嚇。แล้ว我朋友就嚟，我講誒，我人厝紅光山有煮迄個雞vegetarian嘅，有可能食嘛。我講你愛食，你就過來食咯。伊講 OK， 我上去拜紅光，上去添油又講我就，我嗰時 OK 咯，你咪來咯。一來找無我，你就要，因為我無閒嘛。阿生嗰時找到我時，就同我講，伊講阿生，伊講你爸是唔是有燒地嘅？唔係我做車片就，我講我爸燒地，你冇得看過。我就問我朋友就，我爸我係直啦，我朋友唔捌看過我係直嘅嘛。你我講誒，你對唔對？伊講係咯，我看到一個人啊，介紹我你爸呢，伊講是咯。我去甲我所講，伊講你嘅朋友是有迄個目睭嘅，伊講。哦。伊看到我爸，我驚人甲佢詐嘢啊，甲你講。哦。啊，伊講好了伊。你伊無驚啦？伊無驚，因為伊關事啊誒。哈。伊講，伊甲我講哦，伊看到啊，有時看到迄個哪裡骨骼嘅伊講。呀。啊，就啲迄個 parking place 係位啊咩啊，但特別要講，伊家己念咯。伊講我是來這邊為大爾，我無甲走路 please 問害我。哦。伊家己念咯。哦。伊看到真濟啊。我應該電講你朋友。到邊嚟啊？到邊嚟啊？喲，或者佢嚟講啊，喲，你每看不到話面。I don't think 伊會講啦。佢咪講嘅嚇？伊咪講，伊是個聽嘅，就是介紹我聽咯。哦，就是只間介紹你聽。哎呦，那是一個聽掉嗬，你快啲嚟講啦。啊是嗬，你對到伊時，你對邊嚟時，你每一隻告訴我聲嚟同我講。有伊會看到嘅，伊會看到物件嘅伊。我真係世界看到物件人誒。嚇，伊會看到物件，特別伊有你伊看到了後，伊開始看無咯，伊咪去甲走伊嘛。你知有？是哦。你若是去啥甲走伊啊，伊就有你比較強嘅嘛。啊，你聽到是話他們是講，伊講最好是咪 acknowledge 伊登上無看到嚇，特別我是登無看到嘅時，咪是安尼登嚟呢邊頭前咯，當時。我甲你講啊，係我咪你講到美國邊個人嘛？嚇。然後我去大學校係咪啊？因為我去廣州嘛，我去是馬考嘛，我去。個人嘅學校我未知件事，我卡唔成啊！我講，請走食去各去喎。我講我嚟做大呢，我講我都聽啲自己，我到檳城時啊，喺你叫咩 Kimberley Street 啊，喺邊度是嚟 Kimberley 學校啊，我到邊度望接嗰陣。喺你人坐我人去學校嚟，伊 staff 啦。因為佢哋會按卡冇時，就往到啲 back 嘛。你咪講特自勁啦，劍嘟嘟。金活嚟揾啦，金嘟嘟，你話係你冷呀，跟住拿嚟就有，一沙發，一坐翻去喺你房間一本卡梅性嘅。哦，一本卡梅性嘅，佢老講。哦，所以學到人關係咧，是值得。一樣關係一樣，係沙發，一樣都有做你看你超死都就有。所以有時證明啊，你講無，你個幾個刺，我阿妹困嘅時候，我是開會嘅，講開台咗嚟開。你是學到嚟啦？學到嚟開台咗嚟開啦，我睇有無啦，人開咯，係講做大呢咯。我到學到呢股我唔捌見過，我是見一道是到啲迄個嘟學到嘅，大家林部嘟學到定得是攞棍處嘅啊！我到後邊大時我真驚咯，因為 feel 到嘅嗬，嚇，你有係你看，你係你看你。上講你感覺到無咩好事嘅事啊，你會 feel 到上講你 sense 到嘅。我 sense 係咪？我唔知是我只 sense 到㗎，還是我去睇。阿仔嚟啊，阿仔嚟，佢就諗我啦。佢係諗我咯嘛。係咧，慢呀。慢啫啦，我亂呀，寶貝。慢啦。了，我是 sense 嘅時候，我是去讀，我 book 咧一間學校，然後我就走去讀一 review。睇 review 咧就一大單人寫 Do not go there, there's ghosts 啊，後面咩嘢？了個寫講你會聽到人wheelchair 嘅聲啦，還是鐵盤嘅聲啦，嗰物件啦講講，了
แล้ว我就無講真正驚嗰事，แล้ว我係知，我個我知嘅查話做只落去，定到我知嘅查話有 modeling 嘅，所以有時候往時落去 audition 啊，什麼翕相影響，所以我就講，我冇去 KL，我對邊嚟，我就對人去。所以3間2間房，我知教我知就我度做只大，然後我自己就大，你我講我阿妹要出去嘛，我要找我跟人報朋友嘅咧，你估冇找到啊？然後去找我朋友人私人面嘅了，就嚇我又講，哎呦，看你面試來嘅啦，咩物件？跟我講，有時我就驚，你講，看你電梯就開起來時，一個 wheelchair 人就對個佢單路嚟嚇我就，然後我就真係驚，我亂啊，我叫我朋友講。啊！不如嚟大舊啊！係喎，咱就係講啦，咱講話，咱拍殼，咱未困嘅咯。我唔係喎，扮我咧走呀！哇！我佢起樓頂嘅時，我計亂啊！我計驚啊！是講啊，我起個我係隻樓係哦，因為是開門啊，我冇插我看到人啊，是基本好我是成長。嗱你骨嚇！特別好，我個仔寶，我係女，我接個房間，我開開嘅了，就間嘅開，而房間嘅開，特拍嘅了，有電柱我就開嘅了啦，開嘅了。แล้วว่าคุณเนาะว่าตอนเป็นคุณสิว่าเขาเกียร์ก็ว่ามันก็มันกับเป็นสิ่งคูว่าเกี่ยวว่าเป็นไปหลายสิคน都ไม่เกียร์แล้วคุณ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ผมมีคุณมั้งแล้วว่าด้วยนายสิยิง3.9อ่ะ so ว่าสิจากขี้ว่าจะบาจิวว่าจะลุ้นบาจิวจะบีฮีจะจะมันเนี่ยตัวจากขี้อ่ะว่าจากขี้สิว่า聽到嗰陣時啊不我阿妹是我有聽到人講鐵盤嘅聲，我有聽到鐵盤嘅聲啦。特別我是想講，有可能是人 restaurant 啦，還是人你像是 staff 做物件，特別係是只暗門咧，還是4點幾咧。我聽到人寫是我想對寫是咩啊？你嘅頭公車馬鐵嘅嗬，你下啲隻鐵盤啊，為啥咧 restaurant 呢一連可以，cha 那聲 ，cra 那聲，我是聽到那聲，然後。我就講唔要緊係會嘛，我冇插伊。有時早起我聽到咔聲時，我笑，我講笑，咪嘅來啊！原來我看到嘅是我係 plastic bag 來，烘吹 plastic bag 烘時吹一咔呢，咔。哦，我個清氣，我攰名冇咪困掉咯。他一名就我而且就是驚到攰名，我驚，我平時冇呢驚。我同你講下轉下，我自己經驗知道啦，我生啊。belasan case itu. Ha. Belasan positif sih. Belasan positif. 我生時我到啲檳城嘅嘛，我到檳城生嘛。人嘛，或者啲佢寫啦嚇啦，我講嘅即 hospital 就我講到 Bermerut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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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嚇。Eventut 啊。邊個嘢咯？แล้ว我生時我開刀嘅嘛。我生啊！แล้ว我困嘅時候嚇，我是家己無咪知你知，我喺房間是4人住嘅嘛。แล้ว我一人困啊，แล้ว3個嚇查某啦，甲我講啦，伊講你做咩事？阿妹困嘅點啥時啲可能殺你，甲我講。有。伊講我唔知你知要，我唔知嘛，咱人成日出來開刀啦，話最有隻鬼啊！如果成日你人食大嘅啊。咁咪是困咯，伊講啊，你鬼咩？伊講啊，人哋殺你啊！安怎講殺你咧？嚇！伊做咩水樣甲我講咧？伊講啊，你直直掉嘢，但係個人殺你就掉嘢，人殺你就掉嘢。你冇講有咩？แล้ว第2名是我 feel 到咯。你頭一名我個叫可能上線嘅啦。佢爸本嚇，你是大一。第2名點解我 feel 到咯？哇！我到邊類個名啦，你知要嚇。頭一名我冇 feel 到嘛，第2名、第3名，哇！我被困，你知要。咱嘅即上口就痛嚇。我被困喎，你計起紅啊，你知要。哇！你白錯話出。錯誒。白錯話。你錯樣啦，你錯。錯樣啦。我講你，我唔知是有。咩出聲我是唔知啦。你是笑啦。我咪超大，我講你唔愛困，我看過咁我先話你線，你話我困啦，你問啲做亂話，我講嘅我你就。哇！咧係隻咩啊？我好困咯。我講錯啊咩啊？你知喎？做咩怪嘢？你看人走啊，可能翕video嘅嘛。
人歸心啊，人報應啊，人blah blah blah我翕過了。แล้ว我看過啊，我翕人歸心嘅時啊，人錄迄個觀察時啊，แล้วว่า迄個觀察，同觀察人啊，就衰在哦，咩錯啊咩㗎，喲，甲你講啊，咱個查某囡仔你是個無 boyfriend 啊，我聽到袂好勢你，袂個講咱袂關事。咩原來啊，樣是有怪嘅，樣是有啲咩，所以個袂要就種很名啊，人正垃圾物件，有時我哋講你笨蛋啦。แล้วว่า就想到這個物件咋，我紅黑點就想到乜嘢？我出過段時間。所以你是想到係定到嘅事了，是未必我出。如果是拄到人，反正物件你特別咩咯，你特別惡過。我冇聽過啊，我冇聽過人講你出臭位嘅，嚇走有你啦，唔是㗎啦。我咩臭啊！我甲你講啊，我就咩鬼後咧嚇，我就好困我講。我未รู้啦，你講你定到翕 video，你翕 video 嘅時做你更觀察啦，因為出臭話一出來人未聽到咩？啊，不要緊呢，我講我聽我捌看過一刀呀，伊人種觀察人遐，伊人落快啲關嘅是大嘅，我是講大嘅。大嘅事到底幫。大嘅事嚇，我唔是講笑嘅嚇。伊人大嘅事呀，伊人觀察嘅人遐，伊人拿一個刀啊，刀喺迄個觀察裏邊有一個角啦，觀察四角嘅嘛，對唔對？一拿刀斬一地觀察茶嘅，觀察棒啊，是唔是講？對。一站喺迄個樣是有用嘅，啫。若是講有較一節有人啊，若是去上身啊，還是家己人啊，啥物有上到人無好事啊，啥物哈？你去到你這觀察店了，你甲個人講啊，我愛第時嘅，啥物袂聲嘅，幾點嘅，伊人有這個茶，互你拿去泡水啉會好。這是我嘅經驗。所以伊人是要，你明白講咩嚇？伊個喺啲茶，伊個去燒起來啦，伊聲你日子落去，聲你日子迄個人嘅名落去。所以你若是家己人，若是朋友，若是有出事時吼，伊人就去問嘅嘛。所以伊成有燒一個落起來，幾號幾時。對，你去到啲迄個觀察點，你甲係人講，係人有燒，伊人有燒，maybe 10燈單嘅啦，你就合格了啦。是件講人成日搶掉啊，是很搶掉啊，什麼禮拜呢？反正就你一夾迄個迄個觀察嘅茶嗬，伊人唔知伊人有曬講嘅嘛，人迄個叫咩？我差點會使講嘅，伊個你念一下，一下你念呀，你包就對一個唔抓。伊茶都念咧，伊茶是嘅嚟燒㗎。伊個係茶，係你個茶係啲熬味。煎咪啊，而家你念。我哋樣做我哋物件咯，即是一個。我唔知喎，這物件啷做乜聽過？我家己去翕 video 時候，我捌看過人做咧，反正咯。你樣咩真真錯，我甲你講，你是一個大波，你本聽袂落去。聽袂入呀！哇，唔係㗎，我甲你講，三大本都咩出來。你這是要錄，要大條是錄，或者錄是念出啦。對嘛！你出來人有啲。出來有啲嘅，特別我走錯。裏邊冰渣我未使看咧，我哋嘛對。冰渣那咩叫你邊冰渣你未使看嘛？怎嘅嘛？แล้วรู้ป่ะ翕過成個人接關嘅事啊，接過茶是乜叫未使看？冰渣嘅叫。我冇冰啊，做咩屬於叫你冰渣啊？你人就炒鐵你劍啊？劍氣咪咁鐵啦。係咯。冰渣我俾佢使個冰又唔敢鐵咯。好啦，所以你上個樣厲害嘅，呢個你冰渣嘅咧，未使看嘛，特別我講我表演嘛，我講我 video 看嘅嘛，我計冇得看就自把講。好啦。你講叫我翕到一刀啊，我翕呢字我唔捌驚，我翕到一刀我驚㗎，一禮拜未困。講啊。佢個大波係，伊是着風絲。着風 stroke 啊，着風。着風上面你知要是架安家寶到啲。sex 時啊！正有3擺是掉。對，伊規身軀烏個了嘅。伊規身軀烏個了，伊把刀碰起來嘅。伊把刀碰到起來呀，伊人落關嘅時啊，伊會掛袂落啊！我係翕 video 啊，是翕小影還是 video 啊？我翕下你啦，一個啦，我驚一禮拜我未困。我係爸啦，係比較好笑啊！我係爸帶我去吉隆坡，帶我去食風啊！好你去驚啫！
去relax 誒，其實我戇啊了，我冇看過你，我呢我當時講話嘅，嗰時我個冇教應，係咪學，我啷係被曉啦。啊，誒，很細咯，就有。了，你看，咗你在你兩個邊人嗰度講啊？啊，伊人厝人講嘅。哦，厝人講。啊，厝人講是條巷啦，即少年嘅，少年嘅啊。哦，你看到伊白嗰啲愛啊？啊，伊佢是好惡嘅了。伊佢是好惡嘅了，係你是因為伊隻過身了啊，the next day 就被落關了嘛，是你，伊袂使係古嘅嘛。哦，你看到嘅是有穿衫好時嘅了啊？有穿迄個人迄個啲迄個布啦，我哋密就咪我哋。哦，你登山嘅衫誒。有迄個壽衣啊。壽衣啊。你看到嘅是伊個不倒湯嘅咧，是伊關個看未落。啊，看未落，แล้ว我看到一道是好小處嘅。安怎行路行？安怎你係你做路佢特別驚？你是看到一把哦。我冇看過，我就都翕咗是流人啊，你看食好死嘅嘛，必須嘅嘛。啊，你明唔明講無講紅險咩流人，你就講咩有。你咪是隻兵哦，加去翕啊呀？你隻兵。我講翕咗個一道係去學會小死嘅嗰個死啊。哦。為什麼我成個去團咧？我一卡手個咧叫掉未落啊！喲，嗰啲私人經會嘅出來，做咩做一樣嘅翕啊？樣 claim insurance 嘅嘛。哦，所以人有人愛有人可能 proof。你開始請你翕，咪是厝內人請你翕啊？什麼物件？厝內人請翕嘅。哦，成個人翕夠硬，特別你冇翕白樹本嚟翕咪好啦。我有翕啦，人稀樹白樹咪個咧本嚟翕嘅。哦，我有翕，所以當佢唔係啦，陣機有可能三代。三代咧，人翕。唔是三代，是三代。翕曬，我係爸翕曬，我翕曬，我係囝本翕曬咯。哦。特別唔係上機當見比我個厲害啲咯。青出於藍嘛。對，嗱隻就拗了嘅啫。真 interesting 啦，真。你講你條會笑嘅事，伊特講伊條會笑了。條會笑係個隻隻鴨。伊是啉酒醉嗰隻喎。伊啉酒醉啊，伊厝啊，你知佢真正。就個人燒波抓嘛，咩賣波抓啊，一咕嚕嘅，我哋問我，一燒開這波抓呢，你知有？然後一啉酒醉啊，一收風機，然後開小厝，你波抓啥？自己收拾自己掉，積壓咯，佢哋，哎呦，佢哋積壓。你看到嘅時，伊是接過茶了未？啊未，就啲私人經攞出來嘛。就啲佢哋拖嘢，拖嘢出嚟啦，把你個行。你喺邊咧？私人經哦，就啲喺你 jail 嘅對面嘅嘛。你佢個經對面啊，嗰度 grammar word 嚟嘅啊。黑餅會嘢咯。你我同你講啊，黑餅會是你喺你個私人嘅人啊。我看到呢邊啊，我驚啊，你見哪看到本口？一行隻，一行字，喺你人啊就40粒子呢就，40粒子成個見哪嚟，特別呢邊隻餅回來點就係你驚嘅。哦，你特別揾咧，見哪口啊？你特別揾咧，安尼行嘅。有人佢哋含頭，有人佢泡啊。冇乜咧，別做呢股啊。冇伊別做，佢哋更會掉。你泡我見啊，你我怕鬼唔敢食嘢。冰面啲咧，哇！都看到伊啊，牙超半轉啊。喲。真係 interesting，我真我。人講鬼個事 sorry。唔使，這本是好聽，這本是好聽。人企價就學馬路兒啊。冇啦，本是上，本是鬼個講到你，是人咪加工，歡迎加工。加工來，加工。加工。人係笨笨，馬來西亞人困咧，係我到英國人嚟講。特別講個春卷啊，聽過啊，冇咪掉。掉咧。冇咪掉，我係幾 BMD 我嘅，冇咪掉。冇咪掉，你有當一個小條咪鬼個事，是聽人講鬼個事。我想就是你話指引哦。講下。IGP 就半暝三更12點幾，八到樣尋我指嘅朋友呢，我冇到，去買物件食。然後買咗物件，supper 嚇，IGP 係是去基隆華啦無車啦。然後紅響我啲阿妹嘅名，一個查某兩家隻凄慘嘅聲。我實是有迄個聲。
伊些是比如一个只鸭，哦，是只呀，只饲慘嘅先也是慘嘅。那伊就是即個 before that 吼，前幾日吼，有一個查某囡仔伊邊互攞呢東西。誒，講伊聽到伊尋伊朋友啊，攞人唔敢出聲，一頭慢慢嘣朝到對厝。立要走㗎。到對厝時，攞人手盡啊開門，佢未開啊。然後佢間內邊時候，伊朋友冇買對一個條尾正佢咧，佢講都聽到，你講唔啦，佢冇聽到，如果聽到一個查某講甲比較隻壓呢啲隻壓咯嚇你。啦，我學到嘢，學到。即壓死嘅鬼是只驚咯，人哋往時樣生塞掉邊啊，掉到邊。然後個一個是。即個是我人朋友去，話我想去熱當，去熱當了去邊睡一個resort嗰啲啦，然後特別我去嘅時你是真濟人咯，了個尋別人嘅啦，了有一個電呢別人嘅呢，有一個查甫呢，伊是快啲嘅，然後我人講嘅經過是嘅咯，愛去家己環境啊嗬。因為迄個查某吼，每時困每時啊，看到一個查某徛條內面，喲，迄個洗禮內面，房間嘅，大個房間，那人伊無變嘛，伊假使假唔知咧，伊就愛入去嘅，你行入去內面嘅時候，你個刷位家己慢慢飄去對啦嚟。你你看，你個家大啊？然後冇咧，就係咧，佢係傻婆，佢交錯啊！我平一個環境嘛。一人啊，是差唔多人，邊個四個人？我四人都濟 ，OK， 佢四人個表見到他夠判。然後時已經入內面環境啊，嗬，然後我就啲馬口嘅位就啲講幾個數，係咪啊？佢講幾個數啊？講幾個數咧，就點講？你講可能話你相信咯。如果人變過也袂看，你插巴嘛？你迄邊插巴嘅草真濟，你干那一部草哦，無風嘅咯，一部草等於邊搖。你講伊就是徛呢邊。然後你看到，伊看到嘅咧，講伊就是徛。像我朋友你看到佢哋喂巴咯，你講你記哦，你講啊，你巴有小弟無咪都，哎呦！有人覺得俾你看是超啲搖啊，咁頭摸層嘅了，然後頭掂咧有。你看到超搖本啊？哦，白尾草，一邊啊18米嘅冇點當，咁嗱一個草嘅草。冇嘅咧，冇風冇下面嘅咧，咁嗱一部草啲邊搖呢？哎呀，一靠 rabbit 啦。誒，毛菇啊！嚇！你去食紅燈啊？拄到乜嘢？有喏咧，甲你講嘅。哎呦，咁樣講，嚟聽。有一個是，咱有 topic 頭一個，這是叫假鬼假事。假咩？假鬼假咧假鬼假事啊！嚇！這是講冇一隻佢笑出來。冇一隻啦嚇，其他講這是做啦，做本啊 ，OK，take a break，OK，然後冇坐飛機，坐點正，然後 ICI 條stiff neck 咯，哎呦，冇管嘢 ，OK， 嚇冇管嘢去，然後冇多貴啲荷蘭會貴，一個禮拜咧一個價值啦咯 ，getting worse 啦 ，shoulder 本掉啦，哦，硬嘅了，伊冇嚇硬嘅咧，你冇見咯，成個lap病嚟講咯，嚇，然後 OK，然後 after that 然後冇 transit 坐 interline 坐本地飛機去 Berlin 啦，然後冇去加 Berlin 啦。然後落飛機，然後我冇 ask for assistant 嘛，我甲你講好笑咯，甲咱人吼看袂到我 ，I'm the one who need assistant，OK？ 甲咱人吼，佢看 act， 佢看 ICI 嘅笑 ，My goodness！ 看伊嘅笑啊，你一看 ICI 假死假怪 act 嚟成家是我嚟看你 situation 咯，一看到超很巧，你我啲阿妹對掉成日開車，
只要唔要緊坐 VIP 車咯，坐 VIP 嘅 assistant 嘅車，然後莫坐，然後我都未去車嘛，我哋阿妹呢度看你去啦，我自己車都係講，真係哦，你 assistant 都講去啫。You cheat me! You cheat me! 呢個 ICI 咁騙我，唔是唔要緊，了去了飛機 again cabin crew 嘅了倆嘢錢，講係braille 嘅物件，佢哋個解安作用，你我借呢邊，你點點冇出聲啊？冇插我，就是哎呦，你一個情調白件，你個情調白件，真係要等我成嚟看呢。等陣人解釋啫，先，但是唔係毛毛菇嘅人先嘅人咧，你咪解釋啫。毛毛菇是前面，所以未看到，所以你 assistant 是要嚟鬥下超毛毛菇，特別乜咧就係 ICI 拖嘅。唔是嗰隻我暗掉下，我對return flight 去到 ICI 我知道冇出聲啊，冇出聲，應該 enjoy 啊！我假如講一時被 enjoy 係你 moment 嚟講，你講爽咯。我未見人 DL 啊！你我睇呢邊講嗰個更 back 啊！你 overhead compartment 就是 overhead compartment 伊也未去嘛，伊啦嘅。你我冇計到更啦，就是咁啦 assume 意思你就係我咧，我唔是我自己邊。我明白啦，因為伊阿莫管未叮當咧，數路就到變做路到開超意思，所以人家咧 assume 講伊是被 assistant 嘅。對。哈！我個解講you know how to press the bell？ 我依家嘢超仔去幫啊！我同你講啊！我看到耳，我時我哋有冇耳啦？梗係搞呢，都係梗係醒目呢。梗係搞呢。OK，then come to the 事業啦。然後我冇去教 ，OK， 個 break 講嘅啦。OK， 然後我冇去教 Denmark 咯。OK， แล้วเอาจูบีกับว่าตัวแจเหรออ๋อตัวจะเอาจูบีอย่าล่ะ because อีฮับว่ามาเดี๋ยวอีฮับรู้โอ้ yes อีฮับรู้ตามไปฮะ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ที่จะได้พิมพ์ผักอาจารย์เราบอกแชร์เซลล์應該我諗看下啫係咪嚟你 share เซลล์應該我看你 Facebook 辦淡薄呢等陣我你 privately 叫我啦OK 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ที่จะได้พิมพ์ผัก叫 Tivoli OK อีพิมพ์ผักอยู่เขาเรียก roller coaster more than 100 years 嘅哦真老真正古早真正古歌啦柴พิมพ์ผัก啊有柴แล้วอี鐵嘅啦流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ฟิลล่าทำยี่แฟนน่ะทำที่บริษัทโจกัง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ที่จะได้ coffee cafe จัดอย่างไอ้ cafe เขาเป็น basement เนี่ย basement เอกลักษณ์ aquarium จะสูงเลยแล้วอี building I think 是真正古早本嘅那 castle อันนี้เป็นต้นเนี่ยแล้วหมอที่ได้เป็นจัด coffee 咯จัด coffee แล้ว你知啦ICI 卡處度未掉嘅冇 glue 嘅嘛，你冇辦法咯。你走去翕時候，然後冇春話，我做邊個嘢老嘅個嘢 friend 啦。然後我自己嚟講，แล้ว是姐姐啦，冇咩人啊。แล้ว suddenly 有一個阿毛人喺我邊講 ，Oh he looks so handsome。哦。安尼好，แล้ว有嘢是一間大波行過，你知哦。然後我就邊度對講，做咩？聽大波是幾多人頭嘅？唔到你知，你都看唔到啦。你知是咗人頭，幾多人頭咯？嚇！然後計講我講，你唔好按咗你知，我講冇啊，旁邊邊有一間大波同我講啦。然後伊講，來送你嘅。哈，我諗咩去給我婆嘅咩啉個啤咪講話咧，對唔對咧？哦，哈，有影我唔了解，有影是好看，有影是好看，真正開始好看了，真正緣投嘅。哦，哈，我愛，買要買。你講冇啲嘅啲，你咪請你 assistant 嘛？意思成
你 assistant 啊，你不到免讀 braille 啦，你免讀咩一頭記到啲戲啊，咁你講，好唔好？你 assistant，你會去看，買啊，做咩屬於波比魯啊？買啦，講咧得嚟下條片啊，能夠我對 I K clarify 甲別人啊，成日先是真係好看，人對啲是講要講佢啫，你到底是看到未到誒？電話哦，對哦。幾時啊？哈，嘅事啦，你有年是以為講看了，要驚到幾冇賠償。咁啊下先我做邊哦？哈，係咯，下時我最個講，有年是有啊，這邊。特別咁講冇啊？上古咧，你上就係佢零嗬，毛毛菇。真係個炸了咯，伊building個了咕咕嘅哈。伊先是打波先，打波先。大波真係 man 呢？哦。哈，哈掉一個，安尼看了咯。哦。所以啊，第好笑嘅是迄個啲飛機內面啊，氣死我啦！大隻飛機本掉嘅啦，哎呦，娘嘅啦！毛毛菇我未รู้啦，你當今未看到嚇，你個有人個驚鬼哦呢？你先是未看，但係你是驚是驚到嘛？真係你把就未看到，你會尷尬掉啊！先咯。無當今較聽會到，John。哦，你都較敏感去啊！你還是你個較聽會到，這兩年來真係明顯嘅，有當時我嚟說有當時暗啊，個 ICI 去 supper 對來時，啲 highway 有一擺啲講啦，北海啦，愛去大橋，是本真係坐車來，真係 speed 真係坐掉咯，你去 pro-industrial 啊，你去 private 喎，你甲去大橋，你迄邊常 accident 嘅嘛。哦，對。แล้วธรรมะบ่มีเดียว講อันนี้看嘅 story 咯坐 motorbike หนอหลังแล้วห้องน้ำเข้าจิเลย有時有一間查某จ้าก็จะ大聲看你聲哈真呀響嘅聲你聽到แล้ว我聽到แล้ว我問講你聽到係咪屬於俾講冇啊冇物件冇聽到啊冇係咪物件哦，我可能講什麼？我可能Alex ICI 冇聽到，伊講伊冇聽到伊冇聽到。哦，伊對話咁講下，伊對特別啊，喺度邊啊，安尼看你物件咯，แล้ว冇呢就是，但是誒咩，嗰時去迄卡拉山嘅位去，I mean 廟啦，church啦，物件咧愛炸我去啊。大家人，你看掉目睭，然後人家有一個 object 行過，你 left hand side 或者 right hand side，所以你 hear 你會感覺到 block 起啊嘛。哦，嚇，炸掉你安尼看。成個人講人學鬼目睭炸掉，學鬼炸目睭都是炸你耳啊咪。想也一隻手冚掉你耳啊，你看，紅一頂上啊星星嘅。哦。แล้ว我度每一時比較有邊人行過嗬，係咪數哦？行過安尼我係做咩數？冇啊，都冇人啊。邊都冇人。feel 到真係彎路啦。feel 到你真係彎路安尼看咯。แล้ว feel 到咩？去住位。外圍啦。冇啦。冇啦，呢邊你呢邊啊，你係羅頭位咯，你嗰個 OK，你係擺哦，是啊。上家是有 complain 真係 old sign 咧嚇，真係舊嘅 sign 嚟嚇，是唔是？垃圾嚟嚇。喂，到落位咯講。你廟落頭。廟嘅落頭啊。嚇，有一個 direction 嘅 sign。對。這是檳城嗬。檳城嚇，檳城。แล้ว伊迄邊有隻曬，迄邊上個是有嘅啊。啦，古了，應該愛去換了。應該愛去換了。換咩？你換咩物件？換伊個 sign，伊有一個 direction 講，等迄是係咪嘅廟嘛？對。一個你是講大路位啊？你是講對大路位對。大路對面就是迄個苗香林啊。對。所以你迄邊有可能迄邊苗香林來嘛？你是小師人咁樣啊？冇，伊是講禮拜喎。你講禮拜啊？伊有 complain 啊？要教佢收。開久了。
就講，就個你講。無 nobody but 有 voice。OK，我明啦。是哦，是唔是真？呢個我講嘅，我在的錄音，因為聽你啲木木嚟吹話嘛。他就，不是。我看俾佢叫我看到我麥啊！哎呀，嚇死人！我看到正常，我知唔見啦。嗰時花電話冷到嘢。我發現就當已看我嘅 reaction。OK，sorry，你講咩？你在第一排。哦，所以你是聽到聲個你講物件啦，知道是。對。你個你講嘅聲是好嘅。佢自己嘅事，佢自己嘅事。看無，我愛去找查到，然後我找無叫伊換嘅，所以就所以我成日拍電話互伊，拍電話互伊，然後真係 busy 嘛，我一定耳愛聽曹導講話，我一定耳愛聽ICI， 無聽 ICI 講話，所以我真係 confuse，然後我都定定問伊講，唔知你對行就對啦，對行，然後我行到一個迄個冤家手邊就是入厝嘅路頭。然後路頭迄邊位，我定話教我講有看signboard，看你嘅招牌嘛。然後我定話就叫講 Alex， 你注意看，有無？你講我什麼都看不到，係咪物件都看無？然後結果有一個聲，伊就講你迄個 sign 嘅名，然後特別真係舊了。哦。แล้ว伊講錄刷了，真係舊了。嚇，แล้ว就是我想講是一款無蝦米物件咯 normal 了，但是人會聽到遐尼物件嘛。哦，誒，你講你聽住佢講嘅聲，伊嘅聲點點換，無聲，說是聲。啊，無聲嘅，有影是聲啊，明顯嘅有當時較食力嘅嗬，伊會呀吧，冇見。係有安尼款，特別一個安尼款嘅聲吼，較實是我拄着是，你迄邊嘅就會明，你迄邊嘅就明，嚇，你迄邊嘅就明，然後迄個上個安怎講啊？較暗沉嘅吼，嚇，伊就會黃拍網，嚇，有那個，安尼款嘅物件咯，伊暗沉嘅聲啊。你聽會明樣嘅。白啦，白明白啦，嘛那會明白。哦，白明白就是講伊個你耳邊啲個話語啦。嚇，有一擺我應該是嚇到嘅，我未記甲你講真正過啦。然後我早來這邊，I think 是幾啊？未記啦，總之是 ICI 老闆歸先了嘅。然後 ICI 厝外口有一個龍溝邊啊，有大咱舊厝大概有一個石墩，互你坐嘛，龍溝邊啊，啲mailbox 會卡嘅啊，แล้ว我丹巴斯國拉喂，路頭，咱厝外口啊，對，丹巴斯國拉，換入來摩托，แล้ว咱冇落摩托擺，แล้ว咱去開籬笆門咯，แล้ว我去開，我行去開籬笆門啦，因為我會知講籬笆門咗啦嘛，แล้ว伊老闆講話，哎呦，你聽到老闆聲啊？還是你把酒未關掉啦？還是？partially 了啦 ，partially OK，嚇，แล้ว伊講等人話，伊講明年啲，好啊，讓你們吃飽了回來了。喲，嚇，安尼看，這是一時啦，就久啊，久了咯，แล้ว我哋 ICI 真慘嘅，ICI 真慘嘅，伊出來伊買學曬。哦，嚇，伊出來伊無愛學曬，伊講伊無愛請人進來。哦，แล้ว是啊，แล้ว特別你聽到你伊也未過身時，你知伊聲是安怎啦？知，啊，แล้ว唔過伊過身時我本去嘛，แล้ว徛佇外口坐了墩喺邊講，แล้ว個有即皮講，我真係臭皮啊！哦，你味道，無歡喜。
較濟是會味到臭臭的味。臭味當時嘅去殺的味，就講摩托車本好，過火車路本好，當時會味到迄個臭白味。冷雞味白爛的味，香菇臭爛的味嚇。然後我就佢當時頭擺就會問講，是唔是有死貓死狗喺邊啊？無啊，都無這個物件。別人冇味道，你講到這個啊，蘑菇呀，你講到這個，我當時我想到對一項物件，因為我做工真早，我甲你講，我3點幾就要出門嘅嘛，半暝3點要出閘嘅時候，那有時見講載我出嚟嘛。แล้วว่าจังชุดจะเลยรอเท้าเหรอว่าจังที่ว่างตัวตรงนี้ต้องกินตัวเลยนะชุดจะเลยรอชุดจะเลย加手柄就是จะเลยบองไงจ้ะว่าชุดต้องกินตัวจะกินชุดที่加手柄就是จะบองละ有時候我按載我嘅時候見講載我嘅時候我係變咗真係臭嘅嗰陣แล้ว我就打我個水班嘅嗰陣我就唔係話按都崩潰啊喲所以แล้วว่าจะสิตอนกี้มุกก้องขี้อ่ะตอนกี้มุกก้องขี้ว่าของยังเสียง掉啫ของยังเสียง掉哈有時哈但是一在ว่า味道你看你味就係上個冇即係味較奇怪味就掉啦都有時我唔會當กี้มุกก้องขี้同我對我唔敢大位硬講啊都崩潰啊唔敢妹啊有同我講有時伊人要招會車字去somewhere未？係啦。你講對唔對？所以你頭先攞人字，嘛後尾是無人字，所以未必人會招你車。但南西咪是講定之到底一包咪是正是咪是佢落罐厝嘅包是對是咪是有味道差別，都是對了咯。有誒，แล้วก็一個。咱要緊啊是咱感覺到安尼款，係感覺物件對，咱問對厝先，咱去別位落車去得落去食物件是蝦米誒？แล้ว心裏面計講，請咱 OK，我係幫我係。教你這邊幫車了，你慢慢平安家己走，了是你家行，你就是望一頭火車入厝堆去。有啊，愛是愛食慘咩，食好死咩，但是過大橋的時，我甲你講，過大橋的時吼，伊愛人過來大橋，了我到一車位，我感覺，嗰陣有物件炸歪去啊啦，也袂。哦。嚇，了我就甲愛是愛講了，哎呀，不要緊啊，你莫插伊啦，伊愛過橋啊，同幫咱車，不要緊啊，是載過。好笑，哇！就 Uber 安尼款。這個無累嘅，就要無累嘅。很多 Uber 這是。係啦，了盡年我冇去出國噶啦，我咪講住嘅厝啦，了去英國啦。阿張講有啲啊，張講有啲。了。我有 feel 到一間獨櫃。張講來講。張講會知，我有甲伊講。哦。我有甲伊講。嚇，搭波怎麼？伊無入來厝。哦，我靠，搭波怎麼？嚇，搭波來。哦。真係肥嘅。了，因為伊是揸住我耳啊，了三個你會感覺到直接咩開聲了嘅嘛？哦，明白啊？我是那是一隻大地來講哈，摘ลูก一隻股嘅嘛。我明白，我是愛看摘，我愛看摘。但是你都掉誒，你看摘是掉誒。我唔因為是掉嘛，那是講喺你物件上到地摘了，你絕對是攤掉你聲，或者攤掉你紅，你 feel 到嘛？你 sense。冇估，但是講人係，伊摘你誒咁誒聲是唔是上加幾隻？Yes。我暗去 block 上加你也 earblock 插掉你耳仔啦。所以就是講你平常時咧，唔係講鬼啦，你是講你未感覺到人行過嚇，你當然你目睭未看到，所以你會把你 sense 你只，所以你會 feel 到人行啦，所以伊感覺你是上下一種啦，是唔是？無，人行有風。哦。人行有風，個嘅臭味。人嘅味啊，人嘅味啊。臭嘅味。臭嘅啲味，嗰是perfume嘅味。哦，所以你聽到未前面是你有 rasa 到你
你聽誒 sensory 冇安尼 sensitive 當叫。哎呦，參壁都會去浪我甲你講，行咗咩事上邊一啲浪？冇壁我都會去浪掉啦。哦。所以等到無 sensitive 嘅，當今我行下到落咧，我就講哦，佢哋有時壁會落哇，然後你是 memory 還是感覺掉身軀感覺？冇感覺嚇，陣間有車啲邊啊來嗬，我家己曉閃咧。哦。我會再講 from behind 伊來了 ，OK， 即是。或者咱講前面是咱個做一個 episode，你我俾咱講個了。對，我招幾哪個 member 好。好。伊人 surprise 所以咧，伊人佢咧未曉用，我就係解啦。surprise 講做咩事？咱咪叫佢嚟講啊。tapi伊人佢咧話解啦，伊人佢咧是啲成熟嘅啦。係咪？誒係咪經啲變靚嘅啦？啲變拍出嚟啦。你叫咩啊？成年嘟。seni kau tampo perangai tampo lah. Aja kau perangai. Hilang hilang kan fakta hilang cinta lihai, intelligent. Because hilang ubok Braille 嘛。แล้ว當緊錄 Braille 嚇？冇啦 ，Braille 做咩數？電視用掉。對到 iPhone 了。係啦，到 iPhone 咧，我直頭 iPhone Snap 教我講是係咩物件咧？係啦，你使翕相應該教你睇我都聽啊。佢教我講喂頭你到咯，啲 angle 加咩 angle 個。當然厲害哦 ，technology 呢。我被聽。你打下手掉人嘅話你嘛嗬。即打下手假 100% 就要。啦，當見正字 app， scan notes 好啦 ，dollar notes 啊，咕嚕啦，แล้ว color 啦。แล้วปัสสีต่อไป是成個我叫 message ให้รู้สิ咧我ต่อไป是要 try 用話講是唔是較應聽佢รู้冇啊，加了冇嚟啊，加了我識啊 yes， 咁我是較用話佢講啦會講了個，真講了แล้ววังกะละลังบ่ที่จับปูแล้วอีกว่าอีเย่จับปูเนี่ย有一個多多地停啊，會看出去嘅。伊定定徛到去邊看我能食ปู。哎呦，你是唔是愛食？唔知，到尾就講唔知講是伊家己人無。แล้วพี่伊是無接來厝啦。แล้ว但是徛喺外口，愛等汽車，愛坐車出門嘅時，伊本是有啲邊路邊啲邊行過。你咪甲我講啊，不當你就是看到我會有時，你咪甲我講啊，我驚。對甲你講嘅。唔對甲你講嘅。我驚，英國中咧，英國中唔真係驚啊！英國中攞日本先，英國中有掉。應該都有聽到。嗰陣時冇啲，伊一人嗰陣時講會記咱做 recording 嘅時，就做好似這時都冇了，係一人係 on 了，臭豆樣本來了。對啊，有時這物件你人氣濟啊，樣都冇了。對咯，你伊物你人氣，咱人嘅氣上 strong 啊，上 powerful 啊，樣都冇咧。成日玩咧，咁啊，個老講咯，我成日是能做人，我個命臭啊，是走個了。我會auditu，你捌看過？冇。幾個故事？我actually 我老咗 because 我有故事會 share， 我 last time 我未你講啊。auditu。你多叻唔有啊？哎呀！你捌看過我多叻咩？我嗰陣時搞到去咧多叻咩？未記啊！我掉你我冇搞到白去多叻，我搞 L 去多叻。講清楚。我 sorry， 我到厝，你講嘅時我講喂厝，你捌來喂厝咩？錯。你講，等你講死女。OK， อันนี้個事情你看，last time 如果我細漢嘅時，我是大即赤草行嘅，I grew up in Greenland 嘅啦，so 所以我嘅厝是迄個terrace house 咯，然後我嘅擺厝，所以就係講個最福建話，所以我隔壁。
我是地邊啊嘅厝 corner house，所以我隔壁是伊是做咩水荷人嘅咯，所以there was one time 我有知道我10幾歲嘅時，啲 maybe like time 是開始，比 from one 啊。from 1或 from 2你可能是啦，OK，所以有一個 family 都是甲頭毛嘅，所以伊來水外隔壁咧，伊 ground floor 伊嘛 convert 去做甲頭毛咯嚇，然後啦，怪只 common 嘅嘛，類似所以伊的所以甲頭毛，然後咧伊是一個 family 啦，一個阿媽，然後一個翁家婆，然後like 4個查某一個後生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伊會驚幾個 exactly 我袂記啊，所以一般只呢嚇 within I think 3個月內伊迄個阿媽死咗，然後but because 伊阿媽唔是怪老啊，老冇病啊喂，所以伊是其實老咧是老類似嘅，當然講我袂救啊，所以就係上天嘅厝咧是。แล้วที่บอกกาแล้วยังกา take off the oxygen นะมีแล้วมาซีต่อชุดโอเคแล้วแต่ after ชุดสองกุยแล้ว within another 3個月內邊นะฮะ一頭是嚟查我死咗，那一頭是查我是無事後邊嘅來紅險很死去來無病แล้ว伊是講是伊未衝開。哦，多處事多處事，阿妹啦，類似阿妹點？你是有下姑呀？冇喎，都唔係我聽，伊大部分唔知講係如果伊如果都唔係我聽講有下姑，problem 嘅，แล้วแต่อันนี้เขาเราต้องพูดถึงตัวสีแล้ว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ยังตัวสีเอาไปยังก็少ตัว嘅ตัว。未必嘅，咩話我一年嘅可能人就搬走了。然後 after 就是來一個 family 講是別學嘅面嘅。所以學嘅面嗰度好食咯，所以 almost 特登嚟 afford。所以你做乜係食？係意思講伊店厝頂到甲頭毛無啦，了是到變做別學嘅面去。不，伊唔是店厝啦，伊是 normal 嚟嘅厝。我人接來呢方面啦，但伊是。convert 嚟做甲頭毛，做成呢下即係接嚟聽下間可能。แล้ว當見伊別學嘅面是啲外口面是到裡面。伊到外口面要打誒，所以嚟講伊是，即係成個伊 every time 要撒一打出去咯。所以即係別學嘅面呢是嚟留意，แล้ว伊嘅翁甲伊嘅即係留意嘅小弟。所以就未學嘅面就是喺留意嘅小弟啦。一句話啦。都未學講啦，係嗰時。แล้ว嘢 OK，所以就ยังคิดตัวแล้ว是ยังตัวแล้วตัว actually ยังตัว less than 1 year 就咁樣搬走啦咯。แล้ว of course one 就 still keep in touch。แล้วอีแต่搬去 somewhere 就落檔呢邊。一個都見只伊學嘅面數咯，對走去入邊食。冇啦，有啦，嗰陣但所以我有知道講為，如果要 keep in touch 話冇嘛，所以譬如話，因為特登話媽，除話媽樣去 ，just 去嚟去 visit 伊，แล้ว一個แล้วมัน講起啦，講下，แล้ว一個講起啦，你講伊係經紀邊係處在垃圾。哦，你講得勁啊！伊係你邊啊勁？我就是講得勁。哦，I see。伊是外經邊。OK。所以就講伊處在垃圾。如果阿妹伊困嘅時啊，嚇，伊困，你一看到伊頂頭看伊係你杜頂啊嚇，看到人嘅頭嘅。Yeah。แล้วเลยสิแล้วแต่เอาไว้แล้วแต่after แต่ที่講嘅時แล้วแต่啲嘢對處嘅時แล้วว่าอันที่มึง講ตัวไอ้ last time แล้วว่าอันที่มึง講เขาactually อีบัด有時ยัง Apple 啊嚇ตัวเอาไว้有時啊嚇如果是ยัง頂到處伊後尾唔是講
有壁起来，系壁起来，所以有啥铁机，所以人看来看过，看字咧，啲嘅全部看到人嘅，啊，迄個走卡迄邊，我阿弟嚟講，伊我捌看到講迄個啊，迄厝有啥唔捌嘅人嘅落對嘅厝啊，所以你阿弟同佢人嚟走卡邊看過去。隔壁係自己垃圾，你自己要看佢唔知人，誒住來唔知人，係咪？係啦，如果唔知，我淨係看就冇而家你人。哦，你特別你冇知，你唔知啦，你冇去插啦，你冇去想，冇去做下邊事，冇去垃圾定呢邊嘅。Because 我唔知，但係咪講你講你留意 and 你怎麼試嘅時的，因為當時我睇嗰時只 close together 呢，嚇，你只 almost 然後幾難幾節幾年哦，你唔知人死嘅嘢。特別嗰陣呢，你特別往較濟，我人叫講，我人講有烘嘅，我人但啊但媽你講國那邊 area， 我講有烘嘅啊，佢是一邊啦，有一邊人死啊，接唔去幾間個人死，個人接唔去幾個死，一些。所以這是上一間厝嘅人死嘛，所以啊邊只就錯門咯。你應該去啉刮茶棒嘅水，刮茶機。我對面就知道，我厝頂到我讀廣告嘅時，我厝對面一間咪像，伊個大波死，伊個老就夾波啦，伊個大波嘅紅死，紅個老咧死，死過了出山再過，嘅日伊波死，哎呦，攞日黏掉，接掉。我底下是 Bruce 後一擺去馬來西亞時咯，還是時咯。我會記講我人叫伊，咁樣叫我啦 ，Bruce 咁樣來看，你笑伊厝了啊，因為我厝包跟你頭前看就是啊嘛，你唔捌看過啊嘛，我係 video 我會記，我係 video。John，你一擺對來哦 ，coming future 對來，你個對變零白。冇啊啦，冇咧啦嚇，冇啦，我冇甲你講，你會記得2019年嘅事，頭一刀嘅時候，大 show 嚇，大 show，咱去多嘛，แล้ว咱有去接到一間 makeup room， แล้ว迄邊個有一間細間嘅 store room， แล้ว我甲 ICI 行第一步嘅，แล้ว你冇講，我冇甲你講我，但係我唔出聲啊。哦，你是感覺到？唔怪我即去嗰間房間 ，maybe 是 makeup room， 我味到真係 strong 嘅 foundation powder 嘅味。哦，那就冇奇怪啊。係咯，就是冇奇怪咯。但係行到內面即去嘅時，我會 feel 到有一個查某囡仔糊掉一個 corner mirror 嗰邊。嚇！แล้วจะไปนั่งไอ้เจ้าแล้วไอ้ดิฉันเสียรู้ดวงตัวชอเท้าชุกขี้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ตัวเด็กรู้ป่วยแล้วis that how oh my god ฮ่าแล้วว่าอีเฮาก็จริงอ่ะจะอ่านใจอยู่แล้วฮ่าโคเลนใจแล้วว่าเทียแล้วว่าพูดจริงอ่ะเก็บซีนใจอยู่哦，你聽成隻 call 嚟嚇！我聽了唔真啊，其實了我目睭 call 就點愛出水嘅嚟看。哦，拜咗做你好嘅事啊！嚇，แล้วไอ้เสีย度嚇，依度感覺到哎呦，未好勢啦，走了妹妹出來了。嚇，冇啊，唔是嚟看嘅啊，伊是冇 non stop 嘅啊。你寫咧？唔得做，這是 baby 好啦 ，baby 係一日冇等佢是冇就好咧。啊，一隻四粒子呢，一隻四粒子呢，John。哪呀？嚇，差唔多安尼看，唔是，係我感覺到伊是大人，伊刮到迄邊位。哦，未出來啊，佢哋。像啦，伊邊是暗嘅事哦，嚇。暗嘅嚇，暗嘅 right，冇講真啊，攰咁啦，係咱多嘅時，咱冇講開就係攰嘅會嘛。啊，是啲迄邊咯。我會感覺就是迄個 makeup room 嘅。我捌做過啊。蒙古啊，我捌甲你講過，我係數嘅這樣啊，我唔知我甲你講過哦，我係數你知啦嚇，你知我講住。嚇。你知我厝嘛是有迄個黃大仙嘅嘛？對嚇。我甲你講啊，有一年啊，應該。我按照好弟弟我買啲去擺啦。啊，你講。
龍溝有物件。到這邊嘅龍溝，我愛過一條龍溝啦，較見過買廟嘅。唔是龍溝，係你是港嚟。嚇，我唔敢過啊！你 feel 到物件係啊？嚇，有物件喺呢邊啊！你又唔知你看我徛你外口擺，我唔敢入去。唔要緊嘅，迄邊位嘢嗬，我講你聽，因為我係所呀，伊有拜特登季節，伊有拜月尾。哦。拜月尾什麼意思？伊拜月尾成日講迄個特登季節樣拜。我唔會講。我會講好兄弟。哦。啊，我甲你講啊，我係所，我第二個歌是歸信了啦，我第二個。啊。看賣歸信了，有一年嘛對伊時啊。我就坐條，你講下你龍溝啊，下你唔是龍溝，港嚟。港嚟，港，唔係大條嘅港嚟嚇，大條嘅。冇講真正大條啦，是一個橋，肯行入去來厝。然後我朋友不是在邊看到我拜。哦。啊，然後我哋有一陣我對伊點時，我甲伊數傾偈傾啊天光3點幾，我就叫你8點啊，我甲伊數傾啊。講啊，一個，然後我係所呢面對兄弟係講嘅位，然後我係面對兄弟我係厝嘅位。我講啊一半啦，3點幾我個小啊，3點幾個坐喺外口200講話啦，坐頂又我到坐頂。我係所甲我講，喂，好去困了嚇，我人個物件我未講了嘅就要，紅磡叫我去困，你未變講。你我講做咩事？我叫你去困，你就一概惡了，你就要。我所少我講話咧，我哋嘛。我叫你去困就去困，唔講咧借我啦，咁我去困，去一房間又講我㗎。哎呦，我其實接咪接咯，啦就未講了個。未講啦。唔制係咪頭唔制頭唔制尾啦？今年咧讀馬仔扎起㗎，我講看到我第二個。哦。你講我看到你二個啊？你講你咁渣喎！你邊二個咪除咗拍角咧？我看到你二個，我唔知我直直講啊！我就講做咩事？你做咩咧？惡名啊！我哋㗎，佢咪有啲困咯，你咩咧大聲名啊？你啊！伊講做咩事？我厝是有人講嘛，有可能伊人被接來咯。哦，有可能伊人特地講，特地咧叫嘅啲叫卡唔。對。我以後我一個 picture 是講嘅，無打嘅。為成個學影嘅，唔是一圈啊，只係一圈趴了嗰邊。對，我拜嘅，我所點就拜嘅。我講你聽，我所呀有一年點寫時候哈，一大大節暗暝啦，一困啦，一夢上一個夢嘅，大大節嘅，夢下你夢下正過節你就要，點點夢到一個阿媽看一個囡仔來嘅就點點。後尾所看到伊面啊，後尾所直直後尾所笑。哦，我識錯一望一個字較假了誒，毛毛嗰隻個事我無甲你講啊。一望一個字較假了，特特節一個囡仔，甲一個阿媽，特特節來後尾所望誒。因為我厝是紅光嘛，有紅光嗰隻，所以伊要叫我所超度伊。哦，可以做破胎對，แล้วแล้ว我所呢就睇緊做咩事？我特特節成個啲棒上一個棒嘅，特特節冇呢個物件咩？冇可能嘅事嘛。แล้ว我所呢就問佢叫安哥，毛毛姑都知我係咪是安哥嘛？問下你安哥，係你安哥就嚟講咯，係安哥就是黃大仙嚟來嘅嘛。係你安哥就嚟講咯，如果一個阿媽呢，加一個囡仔會愛去出事，會叫你甲伊做超度。แล้วไวโซนี่ตัวเกี่ยวกับอังก็ช่วยจีจีโร่ไวโซเบเหล่าหลังซาลากินนาซาลากูลิงกวนนากูลิงมันใจจริงว่ามีกับกูลิงละเหล่าหลังไอ้เจ้ามีกันแล้วเบก็จิตตัวตุย咯เบก็จิตตัวตุยนี่ตัวช่วยจีจีตัวที่เกี่ยวไอ้วิ咯มองกูตัวที่เกี่ยวไอ้ไป因為伊拉未使接暗嘛，伊未過。Hello，以後我 picture 是成個係咩啊？成個 gingerbread 人哋看。我特別我食嘅。gingerbread。所以我所有特特節有拜翻啲物件，然後伊好兄弟嚇，上個有時伊叫要請我爸我媽咯，上個講係你上個我拜係你咩？
伊人你不知唔知咪人嘛，我袂曉家己人啊，什么做神啊，唔知我袂曉，我哋唔知。所以要達到去拜，成個好兄弟啊，我哋攞冇攤食完安死嘅啊，แล้ว要拜咯，其實想係人食啦，你看咯。你邊時毛菇看到嘅咧是伊嘅，你有可能迄個是好兄弟嘅咧，伊未入來暗暝，哦，伊未入來暗暝，因為暗嚟叫卡，因為我朋友看到我爸嘅哈，我嫂看到我哥嘅咧是就啲叫伊未入來。哦，啊。你講嘅物件是有影嘅，你就要毛菇，你 feel 到。我嗰陣時覺得啲梅 ICI 就講係知嘅，嘢冇啦，你家己想嘅啦，你家己想嘅啦。哦，冇，你講嘅是有影嘅。所以你愛甲你大嫂講去換你招牌啊。啊，我甲我大嫂講去換你招牌。所以是當今是，你講嘅物件，嗰陣是當今你講嘅我聽面，嗰陣是有影有可能物件咯。如果我家己看會到，我知嘛。啊，有那可能嘅。你講到你刷你擺是，你是聽到人甲你講嘅聲。你下人甲我講嘅，伊講你把就看袂到嘛，所以你嚇就擺開換咧，什麼講就Alex吹，Alex 看無，伊看無，伊目睭掉地，我甲你講，我咧我有氣死你看袂到，人就看有。哎呦，而家就是我 sorry 哈，我要走，OK， 我轉個點咩？拜拜，感謝，拜拜。แล้ว你是係咪嘛？伊 assistant 是請去用啊嘛，所以你本身。我甲你講啊，迄個他叫阿媽，甲迄個孫嘅哦，伊是後車龍死嘅咋。哦，迄阿媽帶阿孫對家來車龍死嘅對。所以伊要出事嘛，伊要出事，阿媽甲阿孫要出事嘛，所以特別叫我嫂要來拜伊，伊會出事咯。然後我嫂拜時要互伊物件，個咧小互伊，就講你會使去出事啊咯。所以伊出事啊，伊 after that 咧又伊拜伊啊過啊，伊個互我嫂望個一刀。哦，個一刀嚇。伊個互我嫂望，伊甲我嫂講。我會保庇你囡仔，即是我嫂有囡仔嘛，我嫂有三仔仔嘛，有孫嘛。伊講我會保庇你囡仔，你孫平平安安。伊個互我嫂釣字咯。哇！我嫂唔知俾400-500塊，唔係拜伊話釣到對你400-500個。哦，哇！伊成日興到對嘅了，咁係咯，係咯。伊是講我嫂也是你出來喎，伊嘛係我嫂是本咯。哦。啊，我嫂釣對，你講嗰陣又都冇相信。你聽啦，我唔知毛菇會記到係你邊領嘅一個囡仔行當票嘅毛菇。嚇，有聽過。有條睇有聽過，講伊爸伊嘛就啲北海位嘛，伊有看到伊車牌開起來，有時講伊爸伊嘛唔知就幾百米鏈啊，แล้ว kidnap 伊囡仔啊。哦，我唔知你捌聽過這事嘅，這個囡仔當今嘛是無死嘅咋，伊互人也捌毒嘅，捌伊個啲無能地咧，點伊大海嘅咋，點大叫嘅咋。哎呦，了。伊無死啊，甲你講啊，伊爸嚇，甲伊媽啦，是在啲香港啊，咱人做 T-shirt 嘅布咯咋。伊爸甲伊媽是在香港是有一個廠嘅，在中國。是做啲，咧伊爸甲伊媽嚇是去香港咧咋。了伊車牌是開你知有，了人就過看到伊車牌開，人想講伊爸嘛唔得掉咗這類嘅，其實伊爸嘛是無到啲邊領嘅，無到啲北海道沙灘嘅咋。哦。所以人了伊個囡仔咧是有一個印尼港人帶去丹巴斯過來。哦。了我那知你有累了誒，所以已經有累了啦。啊 ，kidnap 啦嗬，我講下你聽啦，了伊媽啦，了伊港人嘛拍電話去香港，伊互伊爸甲伊媽咯。啊。แล้วพาแต่ว่าขี่แล้วอีป้ากับอีหมาไปเบย์ไปกี่ตอนด้วยเนี่ยโบไปกี่ตอนตรงนี้เห็นสิลูก唔是講嗌到有嘅嘛講掉โบไปกี่ตอนด้วยแล้ว我กับลูก講แล้วอีหมา係啊กับอีป้า講อีหมา就กับ就是講這個那อีหมา就กับอีป้า講ลู免煩惱伊講你帶我去拜香港嘅黃大仙伊講你就要แล้วอีป้า就想講อีหมา而家實係已經人 kidnap 咧，燒嘢就要。
哦冇咯喎，比較話我面嘅咧冇還哈哈，你想掉你青鏡，你坐去拜皇帝先，你拜啊，舊啦有背幾多端嘅去，咱係除啊，咱係夾本到除啊。你一拜到成個一冇小嘢嘅就冇能講話嘅啫。誒，你驚可能揭咩咧？如果冇又冇見你，冇可能會笑嘛掉。我講你聽啦，是不是安家婆啦？伊唔知話除嘅。哈。伊到個伊背幾多端嚟點先是到啲變靚樣，伊到啲北海。伊叫伊按花車，伊甲伊按講，你安尼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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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吹着我厝。哦。伊吹着我厝，你知有？我厝就是皇帝先嚟嘅，我厝邊嚟嘅。我喺度時我有8陣雞嘅，唔知是6個月，大概7個月了，我有心意啫。แล้ว我看到這有隻咪Mercedes來到我厝上嗰邊啊，即毛毛胡講我唔敢佢哋講，我唔敢佢哋亂講。我誒一車特別。北隻邊位，你特別行話叫貴，你該叫行去話厝車字去。你知我教我所做到啲安慰講話，你知有？我講到車這物件是真真，這時候我家己目睭看到嘅，我無講大，我無講少，我家己看到。我迄個人咧，就開車門咧，就一個阿爸甲一個囝是看出了嘅是，大伯甲囝。到底迄個外口北京啦，規條入來咋？伊是講規，伊毋是用行入來啊。一直頭規入來，喺個廟嘅，我教我所講打掃啊，即個人笑嘅，我要走了，我講我唔敢坐咗出嚟，安尼規咗入來俾人講嘅。你話所以講，佢咪走，我個爸爸刀喺人唔知係咪笑嘅個，走住車內邊咋，我唔敢講嘅。伊帶伊囝來啊，我甲你講啊，伊規條喺個我厝嘅皇帝先位啦，吸頭啊，唔該吸幾百里我唔知，吸到頭我車啊。哦，伊驚到大漢，伊驚唔知 from 1 or from 2咧嘛？你怪大漢本啦，還是？大漢因為啲拜，我教佢所講，這人是唔是笑嘅？你伊媽有來哦？伊媽冇來，伊爸甲伊嘅囝來嘅。哦，啲貴仔我頭殼佢吸個頭殼本盡啊！內人啲貴啲吸頭啊，吸你知哦，吸頭啲吸咋？那我教佢所講，打掃這人是唔是笑嘅？我問。我講你聽，你看到你看你嘢，你唔敢相信。你知有伊啦，伊當然是皇帝先嚟企囝嚟啊。伊爸是伊囝。伊囝。哦。伊囝。伊講啦，因為伊阿未出事時，伊爸伊嘛就嚟帶我個厝嘅紅皇帝先嚟，就嚟帶嘅，常嚟帶。因為而家出事是唔是時啊？伊教我係所講啦，伊講你知唔知人？電我落大海嘅時候，我唔是可能電落去嘅，有人好掉啊，慢慢落去大海嘅。哦。แล้ว伊把手時候，係滴啊，係你知啷個 silver 係滴啊？佢掉咧嘛，你看冇嘅嘛。特別伊講伊個正淡薄啊，就是你對把腳你把就看到你個看到花嘅嘛，你看到花嘅嘛。伊講是人好掉我落去海嘅，伊第二日早起伊學好準叫着。啲抌本叫掉誒嚇，掉哦，嗰啲抌本人掉好嘅湖準叫做，伊媽講咯，伊講人對個厝，人係驚本教厝個。你特別，伊唔知話厝度得落嘢，特別伊係曉帶個來外做。你是但係你講伊是拜是伊是出事過啊，個來點來你係厝邊拜啦，伊比before 是伊唔知到落是冇。before 是要去拍。香港拜皇帝先正濟嘛，阿面正出名嘛，香港拜皇帝先。伊唔使講我人厝，伊唔使講邊領有。特別伊本伊除掉啦，伊除掉，對家來是除掉，所以伊咧安怎伊人除掉胡準除掉咧是安怎對家伊厝？啊，我講我都聽，迄個人愛定米咯，大海時啊，迄個人啊 kidnap 伊啦。伊是要偷雷啦，係啊，偷雷啊。伊講你問怪話會掂不落大海，因為你爸你媽無嘢累來抽咁。哦 ，ransom。所以下我甲掂不落大海。你是因為伊嘅爸爸是無發俾條單甲未對來時候。啊，伊是無單未對嘛。啊。所以伊掂不落去嘅嚇，the next morning 人出去掠好，人3-4點就出去掠有啊嘛。啊。叫，แล้ว叫到伊。伊幾時掂啊？啱咪掂嘅。一般咩掂 ？The next morning 就
哦，多人叫對除掉咧，叫伊嘛。哇，你安怎100幾年，安怎 survive 咧嚇？啊，你想看，一個百度百億，個巴肚啊啲啦，百億啫。誒，毛毛菇啊，你愛聽這故事，你找我說啦，我說講我聽你驚，我愛喎，我聽你驚，我愛聽。係啊，你去找我說啦，毛毛菇在我厝，你去找我說啦。我唔加句你叫，我加，我叫我說拖你過，你免驚，我叫我說拖你過，你免驚。喲，我見聽咯，你告訴我講你聽毛毛菇，有時哈，你有人看你感覺哈，唔是無好嘅事來，你知。sometimes 有啲物件愛學，你會學到本你知。聽無明白，有你聽無明白，你安怎曉？你但是伊上到何時呢？你看呢？你知道，但是你食物件嘅時，伊徛了你邊啊，愛食你物件，你看你感覺。但是講如果Transky 除為數，你知我為大的路嘛？你嚇比如一個安哥呀，一拜個又來，但拜個一定要來，必定會來啦。你 try 到每看，你安尼看你 performance 是會 help 到你到個的路會 level 咯，你明白講唔明？但係我數，咁樣去我啦，我愛聽喎，毛毛菇把刀啷個有故事講？唔係，你sacrifice 我，我冇去買，我同你講嘛，講我去買 condominium 嘛。對，細間嘅 condominium 嘛。แล้วหมอกี้เราเป็นเก่งเนาะเก่งแล้วลาบินยองอุ้ง嘅度較暗咯。แล้วสุสิคือจริงๆผู้有人講話你都ไม่即係冇好開暗啦開ลาบินแล้วไอ้ตัวกว่าเขาเองแล้วจะใส่เกี่ยวว่าที่เก่งกว่าเขา一排ไม่เก่งลาบิน嘅暗ซ้ำ冇故意。你聽到這聲嚇？誒，我這聲你聽講是紐約還是肯亞？你名咩啊？未記你名咩去啊？伊名咩去啊？你mute掉嗎 ？Hello，伊名我未記你名咩去啊？啊，我名黃鳥，我未記啊。黃鳥嚇對黃鳥對。係黃鳥。Hello。咱個學個介隻學個學 B 個黃鳥個學嚇對頂住來是啥嚟學啊嘛？學 B 黃鳥，OK 聊。做 echo 嘅。啊黃鳥嗰邊 email 聊都冇 echo 啊。我甲你講呀，毛毛菇，我甲你講哈，當今我帶你這邊為英國這個 flat 啦。你講到貴啊，是有影愛，人愛貴咋？因為我到這邊，我才搬這來大，點啥事啊？我係厝誒，黃大仙就甲我講，你大啲早起，你甲我開你睇下。哦，係接來。等你就未。冇我你寫你坑，我愛貴。對。我甲你講，我聽做咩事？伊講安尼款啊，因為咱大誒所在吼，像我到這邊位啊，好講冇聽2點就天暗啦，都來一個落雨在啦，往時個啊，特別你本就開，你特別開，你伊講你特別早起困車你開你特登真正要緊嘅，這是 very important，因為有時你出來你人無大嘛，特別你開了本好嘛。有一個關上個你講嘅，乜嘢愛去大啲暗嘅所在，大啲貴所在，對唔對？啊，就是安尼。頂陣時咧，咪是講我咪聽過講人講，那是你厝貴時候，你厝頂有你就拆開起來，可以唔知拍到這些。你特別開你窗啊蓋，你阿面你個燈啊，暗暝你冚啦 ，of course。你講你時你開有淡薄 sunshine 入來呢款，所以伊又叫你開係較貴咯。英國中。後面，你頭晚有聽到我第8我 memory card full 了，聽到。後來點先我聽到啦，我做乜嘢歌我都冇聽到，我去掌握。哦，哎呦，這場啦你未聽到對啊，這要臭豆講嘅嘅刺激嘅咯，你個毛毛。我真係愛聽臭豆講嘅。臭豆講嘅要刺激哦。啊，แล้วก็毛毛菇當今啊，伊而家聽到啊，喲，伊去到我厝哈，毛毛菇去我厝，伊唔敢過我係你籠教啊，伊講。一定有啊，佢對。你係厝是點擺咯？我錯白，
运动呢大个病是无？哈，有一个讲嘅，แล้ว就要做。對，但係毛毛菇是講嘅咩龍膠，伊講係你龍膠只大咧，而且係你是鋼。哦，是鋼嚟哈。伊 feel 會到，你看到？伊 feel 你真好。伊個腳是柴。對，無伊是伊就無炒個，伊就無阿毛灰本，當叫阿毛灰了。哦。他叫不斷嘅咋？哦呀。佢哋往隔壁厝嘅呀，一仔一囝佢哋摩托尋八個囝，抌落去，佢哋單位啊。冇事啦。伊好在無咩事咯，你話個人係咩去拖起來咯？哦。話個人都好大厝啊。美國當然做阿毛灰啊啦。當然做阿毛灰咯。哇！我老甲你講，我喺邊位啊？我朋友啊，講下你頭晚我甲你講，伊介紹我聽即個邊個發嘅你啊，伊去外厝啦，伊唔敢入外厝本呢，做咩事啫？伊講話神，你厝呀，唔知有徛工啊，有蛇啊，外厝在做乜物件？你知無？頂我頂個厝嘅啊，毛毛菇，外厝喺你外口有一宅基嘅咋嚇？我甲外嫂講，我講大嫂啊。一幫嚇，只自動看到人喺迄隻門窗內面有蛇叫，所以咧，湯人嘅阿崩，你看到 YouTube 喎，你看到 Facebook 喎，咪是咯，你上帝啊，咪是有蛇咪個了，追女仔傾嘅嘛，追女快樂波嘅嘛，有嘅哩，我未揾數，你知我講我去係本來是去幫助，被去袋咧咧有蛇嚟搞啊，咪是。所講你個氣笑嚟講，你話你不要拖住你個氣嚟講。你係捅你伯伯啊？我教你伯伯捅你腳啊！大媽臭豆講，哎呀，冇啦，冇邊人講啊，講啊，氣咗啦嘛！你攞隻古堡嚟講啦，我笑臉路嘛。哎呀，我就古堡，你就古堡嚟咯。我講。無啱為點聲，有時人講是我做工啊。無啱點聲。你用嘅時起嚟講，你係所謂故事我見聽。我所有真係這故事我甲你講，我所啊，伊有請師傅嘅咋。有一道嘅是我家己摕，我家己栽啊。我對去後日咧，我住喺就我囝嘅房間，然後我所就住喺另外一個房間隔壁啊。規暝啊，一直鈴啷，即係了就悶嘅咋。我講多少，你半暝三個人係咪死人鬼？你亂我講，你伊就無驚第三，媽咪啊，你笑喲！人媽仔仔去被塔仔，你啷個天位？紅光叫伊哦，你知紅光世界冇你發，伊廿支喺你鈴啷嘅嘛？那是有人歸心了，我所特別起來念經啊，甲人超度。哦，伊免去啦，一直到第一房間會做掉。無，因為我所去特別，迄個叫伊起來3-4點，叫伊起來去暗暝啊，望厝嘛是即暗暝嘛，黃大仙嗰邊啊。你過去伊講你房間就我去就我念經念49遍，我所無法半暝3點，叫起來去念經。哦。伊講迄個人歸心，你特別去甲伊超度，這是好事來嘛。哦。這是動力來嘛。哦，我一個朋友嘅爸哈。本是伊唔是即係黃大仙啊，伊是叫人硬講嘅，伊爸講啊，伊爸本身係喎，伊爸伊講有當時，哎呦，你咪講到錯，sorry，卡嗰隻，你咪講到叫人聽硬講啊，我這邊北海啲咩家都呢邊有一個標真啊破鏡嘅叫人聽嘅，然後伊厝頂你知伊人厝頂放真啊隻statue 嘅嘛，叫人聽硬講，然後有牛啊，有象啊，有牛啊，我特擺過嗬。有牛啲叫嘅啊！牛蛋啊！毛毛牛伊叫你啦，朋友嘛，看到毛毛牛叫你啦。無我講我朋友嘅爸是安尼咯，伊半暝伊關伊出來人知啊，伊成日半暝啊，囡仔咪困咧嗬，10點幾11點後尾出了，換衫出了，你樣每做咩事咧？你暗做咩事你要出去？伊講我有人就需要我特別去。伊大漢嘅時，有人個仔講，
伊是有个人成個歸心啊死下，你伊去甲人念經，還是有接鬼，還是較濟是人死嘅是去甲人念咯。你伊住落來，我朋友伊在講伊爸是真嘅，特別咧，伊有全部影響到伊厝來啦，先是人未曉事啦，人家己成感覺就講，做咩事你安尼幫忙出去。了無照顧無照顧我人出去，大漢呢，把你再講伊爸是原來是去人嘅厝個人念，有人啥物，有人要死咧，也未歸心啊！伊人伊想去甲你伊去下面甲你念，擺清去哈。伊做安尼即細漢個大漢咯，咧伊爸就是真厲害咯，伊會看到，伊看到真物件啦，所以來我這邊美國是個。我哥甲伊個即間查某朋友是真是練的嘛，所以伊人哈，物件，了伊人都住佇上一間apartment的咯，了伊有甲伊人講，那是你下來講伊個搬咯，一間就是伊個樓骹 basement 就窄個了，伊講介隻呢，伊講睡袂着啊。John 我甲你講啊，但是講有呢款嘅人啊，伊人是做工地嘅，你知無？伊人做呢，可能咪是一個工地嚟咋？你唔捌係人嘅咋？做咩事你叫做可能所以這是一個工地嚟咋？所以有你物件，所以伊人家己本身有呢款嘅叫係咩啊？想講唔是特人會去做嗰啲物件嘛？你當然愛去做啦，你都冇得會做。特別有嘅人是伊人 automatically 伊人家己有呢款嘅心去做，可能有呢款嘅心態，款嘅成故去協人。你講對唔對？這是真好嘅功德嚟嘅。我感覺到啦，我唔知啦。所以你想見你個你咁白，你就三唔識出，對唔對？係啦。但係你看到佢默默股甲我講嗰啲物件啦，安尼款嘅物件你甲我講，我會使甲你所講。你講對，伊唔甲我講我唔知。別怪啦，你唔敢入嚟厝嘅，你是驚我喺度拗人交。係啊，呢個是，แล้วก็不要緊張，我冇去一個 trip，我冇去澳門咯，叫我去柏林咧，我去住 apartment 嘛，แล้ว一樣 apartment 冇講真大，有啲嘅4站3站嘅款嘅，然後伊人真按照個 energy save 嘅，伊人嘅 corridor 嗰啲啊。暗嘅，伊個 lighting 要暗嘅，所以你平隻伊個 switch 咧，伊就開開，แล้วแก about 1 minute เนี่ย伊就 off light เลยแล้ว我諗就講未爽啊，按照安尼看嘅樓梯個視覺模式，แล้ว我 apartment 啊，伊個鎖匙開面多嚇，你唔是插入去就會使很轉嘅咯，你喺慢慢啲邊咔。我伊撳掉伊箍咧，會使開啦。估咧，我知啊啦 ，ICI 就聽講喺那邊嚇，呢個那邊開未掉，開嗰陣那邊蝕，我都唔做，哇！鎖匙就那麼擠喺那邊啊，睇到講，把伊開，我徛喺阿尾，我 ready 到係你 switch 位，阿家有5步 away from the door， 然後。開一時期嘅時候，我慢慢去吹伊 switch 啲就落嘛，出去打伊邊。你知哦，伊開一暗嘅嗬，未見過炸完嘢。哦，哎呦，嚇！一路掟開嚇，伊冇去。哦，嚇，是哦。哎呦，個領伊提示個領啊，哇！呢個未見過炸啊，個冇開啊，嚟個啲。哎呀，毛菇啊！我問你是有目睭，你未看到了，你會比頂到較 sensitive 嘅哦。頂到時我感覺到衰嘅時間看到，when 大熱嘅時間看到。哦，當今啊，我話曬你成個當今，你個接到，你個較上嘅呢係啊。較會咯，較點會炸掉。好啦，你看對面咧學件事好嘅，冇好啊！感謝各位嘅笑，感謝，我特別感謝，咱毛毛菇或者家都嚟教人講嘛。嗰一個第一特擺條債 ，you'll be surprised，唔是都標。這是 cinema。哦，希帶。希帶。你頭前伊有 audio 大聲本好嗬？啊，好，即個國家明顯，伊坐喺你邊啊，為炸你。
哎呦，我都聽無。嚇，我聽無一定。你去看海基斯諾未？未去過啦，我嘛都無閒，我係採去。啊，我真係去海基斯諾看一個，我講條扎。呢個古經無，一開始是到 mega 嘟。哦，OK OK。啊，啲 mega 嘟，แล้ว地好潮嘅時候，去 toilet 幫照嘅時，有人徛掉幫照嘅嘛。啊，呼機咧，徛喺你邊啊，看你焦焦啊。哦。伊無幫你啊，無，伊無幫，你一定嘛扎路，扎路咧，當就伊就邊徛甲遠淡薄，伊去看 Alex 嘅。啊！你會看到伊頭呢？唔是，伊 distance 會遠去嘛，你會 hearing 無，較明顯去啊咯。啊，陣間伊徛哇，所以用，啊，點解即係咱咪講 explain，或者咱講你前面 topic 嘅時候。伊個，咱會較會明白，我明白你講明白，有可能人想安怎，那安怎伊講嘅聽聲，你會知物件達落，就是你若是目睭看袂到嘅時候，你會聽嘅耳啊，sensory 會變做真 sensitive 啊，靈氣啊。我係 doctor 有甲我講，伊講若是講你one part 無去了，所以伊會 move。即係 sensitive，隔了去百位些。啊，了你 touch 咧，你 feel 你成感覺身軀嘅感覺到 feel 到物件，你成個 sensitive 有身軀嘅。就講你成物件彎路嘅時，你再講有物件來，你看你免講動到你啊，一彎口甲彎路就感覺到誒。我感覺到，它這是我係超模咯，我唔感覺到伊動我咯，我感覺到伊動我係超模。我一個朋友 ，actually 免動到超模，特別你成個想貓嘅。whisker 啊，那伊 feel 到 sense。我一個朋友是我頂到讀啊咧 sign language 是捌嘅啦，伊是青咩個超人。哎呦，只這裡個會教，我是真正配合伊人嘅，即款嘅人。你知我安怎？你知啊？我看到安尼字，我知嘅人，我捌嘅人啊，免講時間啊，到啲 deaf club 嘅，我即個了，我捌即句，咁我變個了，伊是 one of the 歡喜嘅人，我唔捌看到人安尼 positive 嘅啊。是啊，我甲安怎講話呢？我甲伊講話時，我特別 sign 咯，我 sign 了，伊手冚掉我嘅手嘅，伊 feel 我嘅 sign 係咩物件？了係時，伊個 sign 到對係嘛？sign 到對我看到啦，所以喂，講咩？特別伊又好了，我講聽，伊去試幾件啊，定之時講，我把你去紐約對來。哦，因為你有時我朋友會隨款啊，嚇是啊，我朋友會你去紐約看，要看咩物件，你都未看到嘛？未使咯，攞每日嚇，特別冇特別我人 deaf club 是啊，我 deaf club 伊人 join 是要嚟鬥下，只我人 understand 人伊 deaf culture 嘛，所以伊講只隻物件，你人。目睭看會到嘅物件，耳聽會到嘅物件，我感覺到嘅物件，你是你人感覺袂到嘅。對，伊鼻數啊，你鼻到無相嘅位啊，甲伊係是成個人有目睭看人看嘅啦，嘅物件。對，嗯。不只講前面時間講。無特別好啊！嗬，我有遇過超戲人甲會教嘅。啊。了，我個看無。啊。所我介意，我袂曉 communicate。我做袂到，我介了做袂到，所以變到伊徛一邊，我徛一邊 ，no friend。你咯，會使做你咯，iPhone 啊？伊就聽無啊？你 iPhone 伊看有呢咯，係咯，伊看，但好陣時嘛，那有 iPhone。係啦，當個 iPhone 會做隻正嘅，當然。呀。OK，小達啦，咱個點幾隻差唔多咁滯。哎呦，特別真好聽咯！這禮拜感謝我老趙出現嚟咁樣講抽到。再出現就特別講好嘅啦。好，了叫卡毛毛菇。伊講咪大浪膠啊？大浪膠毛毛菇。了個有冇咪掉？掉冇咪掉？掉。感謝冇咪掉，嚟冇咪掉，嚟講伊嘅頂到嘅故事。了個有鵝鳥，感謝鵝鳥。了個飲啲鵝鳥冇講掉，鵝鳥有幾個數？
冇啦，我冇開歌數。哦，你聽啊，แล้วก็英國中咯，英國中冇清啥，英國中冇清啥嘛。我覺得英國困起，你看困，困起啊，困起啊，你看你一頭路，你看困起啊，英國中，英國中，誒埋蝦冷啫，覺得笑就。英國中，搞背了。你困起，你車，英國中你困起。好啦，我隻力你。我真叻。啊，對啊，伊把路水來，哦，我都困起，我叫你把自己看在 YouTube 啊，我叫你安呢，แล้ว我叫你應該這樣，好啦，我有話冇？嚇，冇話，แล้วก็อุจจากง咯，จากง就冇嚟，冇講咗，拜拜จากง，講拜拜呢，伊都冇開聲。係啦。แล้วก็我諗嘅毛毛菇咯，感謝毛毛菇，希望你會看較濟，感覺較濟，啊，佢甲我人講佢。唔係，希望你會看較濟啊，感覺較濟啊，嚟走嚟甲我講故事咯 ，OK？แล้ว頭晚一天走去係最最，哦，地都。感謝，下禮拜佢特登嚟收聽我哋新嘅話題，若是講你是特地喺幾時攞喺邊來把你個聽到呢？我特禮拜一個月較濟有時講一擺，一除咗成就時笨蛋咪講，然後講一禮拜一到講幾個故事咯，然後若是有講幾有故事要教我人講咧，要互人聽咧，你會使教我講，然後下個月先來參加錄音嘅時，梗係嚟教我講你幾個故事，拜拜，下禮拜再見，拜拜。